第五，阿修罗之痛苦。哎呀，第二，善趣之阿修罗的痛苦。本来阿修罗的财富受用可与天人相比美，但是由于往昔的嫉妒、好斗的不善业气，不善业习气所感，得到阿修罗之身相，嫉妒心极为粗重，在自己的范围内或区域与区域间、部落与部落间进行争斗，相互不和睦，唯以战争度日。看见上面天人的财富受用圆满，一切需求都是从如意树上生出，而且其树根是生在自己的境内，升起了无法堪忍的嫉妒心。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当然在所有的这种贪嗔痴都是要断除，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因为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五度啊，就是贪嗔痴慢疑，全部都是有一个一项的在堕入轮回六道轮回的因是比较重与轻的那种关系。所以呢就是嫉妒心特别重的这些人来说的话，都会投胎到阿修罗道。那么在这边呢嫉妒心多，然后就是相当就是有一些想要什么东西都是想要自己去占领，或者是就看不得人家的幸福的那种人呢，就是很有怎么说呢很有机会投胎到阿修罗道的。那当然本身在六道轮回当中没有办法再解脱的这个因缘是在业力非常严重的而且像比如说今生能够可以修持佛法的一个人来说的话，那么就是并没有修持佛法，而且是你没有办法修持佛法的原因也是贪嗔痴当中呢，就是主要都是嫉妒的原因，你的修持办法修持是没有办法修持好。相当就是在大的环境当中，你虽然是一个修行人，但是有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有些问题并不会造成你个人的什么大的问题，但也是你也是一直嫉妒所以我们的国家或者是他们的国家那种的一种嫉妒的想法。然后在区域跟区域之间，相当就是什么市跟什么市之间，或者哪一个城市跟哪一个城市，那么在萎缩起来，再说范围缩小，那么自己的环境里面，相当就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然后在同事有同事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都是会产生一些嫉妒，或者是自己的朋友里面，然后自己的环境里面，亲戚朋友亲人之间，相当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那有些人就是因为过去的往昔的他所造的业力非常严重，就是2个姐妹或者3个姐妹之间也是嫉妒，经常都是为了要嫉妒，就是闹得不愉快的，这种事情也非常严重了所以在这个自己的那个兄妹之间也好都是会有的，这些都是造业不好。然后特别不好的就是相当金刚师兄之间呢，就是有关系是不光是那种普通的关系，比一个亲戚比朋友更殊胜的关系。所以如果殊胜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叫做殊胜？因为今生能够再成为一个佛门弟子，这是本身是非常殊胜，加上呢就是有遇到了非常殊胜的法门，尤其是现在你们都所接触的这种藏传佛教金刚乘的这些的法门呢，就是完全就殊胜无比的无上法门。无上法门的殊胜是什么？能够可以修持的好，那就即生能成佛的这么殊胜的法门。但是相对的就是同样也是会有危险的。那如果是在金刚师兄之间因嫉妒破坏了金刚师兄之间的关系，跟破坏了一个团体的和谐跟能够亲近的戒律，上面都是破坏了
那就这些人来说的话，那就非常严重的。那加上呢，就是也有一样的，就是做一些功德的，从另一个方面做一个功德修持佛法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就勉强没有掉入那种三恶趣的情况下，也是会有可能就下一世没有办法修持佛法，投胎到那种阿修罗道的，也有。到了阿修罗道，那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他经常跟天人打仗是完全是免不了的，因为是什么？因为也是因嫉妒的原因，然后在他们的部落与部落之间，跟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区域跟区域之间也是一生当中都是以争斗就是战争而过他的一生。那么那个一生当中是有多少的痛苦，这个就不用讲每天都是上在战场上的那些人，那就会不会非常严重的痛苦，这个就根本不用讲。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怎么说呢？信息发达，所以就很多的时候也是在有些新闻里面，或者是在各种各样的，不管就是来自那种官方的新闻也好，来自个人的新闻也好，里面都看到很多，这几年一直都看到有很多的国家，好像就是在很多的国家就是非洲还是在很多地方都是会有一些打仗的一些视频，我们也常常看到，而且是新闻也常常听到嘛。知道这些的时候，那我们只是看一下他们那边在打仗，但是他们呢，就是不管是男女，不管是老少，他们都是背着一个枪，然后就是在那个沙漠里面，就是过的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今天如果是在我们这里，就是一天或者是一个礼拜没有电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那他们那边的呢，就是背着枪跟武器的，然后在沙漠上行走的，而且是他们，那就是有没有那么严重？像我们一个礼拜断了电的那种的影响比较大，还是他们的那种的生活是从恐惧方面去比较，从危险方面去比较那么哪一个是更痛苦？那我们真正的想到他们那种是非常痛苦的，然后没有什么好的生活可以过，那就不要说是生活，那生命都是保不下来的。但那种时候呢，很多人就是不太会重视生命，所以刚是为了生命，他们也肯定会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也是内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比保下来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嗔恨心的力量，所以要消灭敌人才是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为了消灭敌人，然后自己死了也是没有太大的那种遗憾的那种想法，是因什么样子的原因产生的？是嗔恨心的原因，嫉妒心的原因。所以就是有这种的心，然后不管他死了，或者是那个战争上他死了也好，没有死也好，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战争上他死了，那他也一样的会下地狱的。如果他这一次的战争上没有死，战场没有死的情况下，他有那么大的嗔恨心，一直在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里面嗔恨心是退不了的，所以终有一天他是一定会死的，死了以后一样的会下地狱。所以同样的，在阿修罗道，你就是这一世当中就没有修好，就是进入到投胎到阿修罗道，为什么没有下地狱？为什么没有变成恶鬼？为什么没有变成畜生？那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是一个修行人，当然你就是在嫉妒心非常严重，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那种下一世也是能够可以修持佛法的下面人生。你已经这么好的一个下面人生，再次已经得到了，但是因你的嫉妒太严重了，因为你过去在嫉妒的旁边身边，就是你这一生当中有嫉妒心以外，你也是做了一些发心，也修了一些法，因为这样的关系，你就勉强没有堕入三恶趣你的这个功德，因为因果是不虚的，所以一切善跟恶的，只有一点点的因都是会存在的，在到了时间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在你的前面的，所以这个是不虚的。但是因果的重与轻是完完全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造业的那个造业多的人，先会出现那个业的
果报，然后修善多的人先会出现善的果报。那么在这样出现的时候，接着继续下去的，就像我们这一次能够可以作为人，也是过去有非常殊胜的因缘，所以可以作为人，而且更殊胜的因缘就是我们这一次可以修持佛法，能够获得了下满人生，这是最殊胜的因缘。但是这个因缘我们可以延续，或者是不需要延续，是完完全全就是在决定在自己的手中。所以你今生呢，就是在有下满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断除一切贪嗔痴慢疑啊，然后你就是修持一切的善，断除一切的恶，你就要修心断恶的这个方面的所有一切的取舍跟所有一切的这种因果的概念、戒律的概念，各个方面当做比这一世的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要的一个这样的行为的话，你的这个善的因缘是会继续下去，而且会成佛的，所以会越来越好，这是肯定的。但这一生当中，虽然你听说过无数次的人生非常珍贵，而且下面人生更为珍贵啊，那么你也有的时候就感受到一点点下面人生的这种怎么说呢，殊胜的这种部分，但也你就轻易的让它过去，时间不会等待你的，时间1秒钟的时间，1分钟的时间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往前走，根本就是不会要回来的。所以任何的时间都是在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有我们多长的寿命，从这个寿命当中就是一段一段的去减少，寿命是一一的减少，并不会是增长没有任何的增加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必须得要知道在这个短暂的这个寿命的时间当中，我们拥有的这个下半人生怎么去利用，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下一世是一个修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更能不能够可以成佛，这些一切都是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的时候是最重要的。不然如果是我们现在虽然学习佛法，进入了佛门而且我们就已经接触了殊胜的密法，但是呢因嫉妒心的原因，然后在金刚师兄之间破坏了戒律，破坏了团结然后嘲讽道友等等的这些的造了严重的这种罪过的话，你没有下地狱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获得圆满人生，解脱是更不用讲的。那变成阿修罗道的话，那我们今天这里所讲的全部都是阿修罗道的痛苦。于是身披盔甲，手持兵器，前去与天人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跟天人作战，所以就是一生当中都是在那个身上的盔甲这些都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脱下来，一脱下来都是随时都是在危险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吧，所以就没有办法过一个安稳的一个日子。然后跟天人为什么要作战呢？因为天人就是比他们更有福报的人，才是比他们更有福报的众生，才是会投胎到天人天道。那么天道的所有一切的受用感，一切所需要的全部都是如意书上长出来的，所以呢天人们都是可以享用这个。那么如意书的书根在哪里？因为这也是业力因果的关系，就是在阿修罗道。如果是如意书的书根没有在阿修罗道，就在天人的双面道，那可能是阿修罗道跟天人是不需要作战，因为这个方面来说就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也一样现在我们国与国之间也一样，过去东西两个的很多的国家不需要经常就是做很多的那种互相有利益跟没有利益的那种手段，相当就是过去经济上没有那么多的挂钩的情况下，相互没有太多的那种怎么说呢，那个关系的时候，也不需要特别多的那种接触，那中间也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
问题啊。但现在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就有我对他有用，他对我有用，但是两国之间呢，就是相互都是有用，而且相互都是需要依赖的时候，那么人就会这样，就是都不能吃亏啊，你心里都是只有我不能吃亏，所以我没有必要给他太多的好处。所以呢，就是在国与国之间，就是关税也好，那么就是商业来往也好，什么都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就不想让人不想怎么说呢，付出太多，不想为了他付出太多，不给他太多好处当然自己要得到所有的好处，他光有什么好处我要得到，就是这是肯定的要得到，但是我没有想要给他太多。那么给他的多了一点点，那我必须得要做一个手段那么这个方面必须得要切下来，看他会不会给我一个更多的。以这种呢，就国与国之间也是经常因为有这种关系的话，那么就会有很多的那个争吵，甚至会打仗的，可能都是会产生的。国与国之间也一样。那么就是在阿修罗道跟天道也一样，阿修罗道那个如意树的树根没有在阿修罗道的情况下，阿修罗道不会去跟天人作战，但这就是过去的因果业力的关系，他没有办法打败这个天人，因为这个里面过去的福报完完全全是差了很多，并不是这当时谁的那个兵器比较厉害，谁的那个兵力比较厉害，不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就阿修罗道的人因为非常嫉妒嘛，嫉妒心很重，所以也是会产生嗔恨心，要去打仗，跟天人打仗。那么每次跟天人打仗的时候，他们都会打败没有一次胜过，所以就是一直都不断的在痛苦自本作人着空着我